近日，一則重磅消息如同一顆炸彈，在娛樂圈和時政圈同時引爆。洪天明涉跨境賭博欠債2億，這一事件不僅將洪家推上了風口浪尖，更引發了一系列連鎖反應。洪金寶30億家產緊急凍裂，三子豪門納豆全面升級，黑幫跨境追債現場畫面曝光，甚至傳出周家偉緊急帶子逃往加拿大的消息。這背後究竟隱藏着怎樣的秘密？是豪門恩怨的必然爆發，還是另有隱情？讓我們一同深入探尋這場豪門風雲背後的真相。洪天明作為洪金寶之子，自出生起便自帶光環，在娛樂圈中，他憑借父親的影響力和自身的努力，也積累了一定的知名度和人脈。他參演過多部影視作品，雖然未能大紅大紫，但也算是在演藝圈站穩了腳跟。然而，誰能想到，這樣一位看似前途光明的明星，卻陷入了跨境賭博的深淵。據知情人士透露，洪天明最初接觸賭博或苦只是出於好奇和娛樂，在一些私人聚會上小試身手。但賭博就像一個無底洞，一旦陷入便難以自拔。隨着時間的推移，他逐漸沉迷其中，賭注也越來越大，從最初的幾千元到後來的數百元。甚至在一次跨境賭博中，他一次性輸掉了上千萬元。這種瘋狂的賭博行為讓他的財富迅速縮水。為了彌補損失，他不斷地借剔，試圖翻本，結果卻越陷越深。最終，洪天明的債務像滾雪球一樣越積越多，達到了驚人的2億。這筆巨額債務如同一座大山，壓得他喘不過氣來。他開始四處躲債，生活也陷入了混亂。曾經的星光熠熠不再，取而代之的是無盡的恐懼和焦慮。他的事業也因此受到了嚴重影響。原本計劃參演的幾部影視作品紛紛如他解約，廣告代言也紛紛撤換。洪天明從娛樂圈的寵兒變成了人人避之不及的麻煩人物。洪金寶作為香港影壇的傳奇人物，一生積累了巨額財富，據估算其家產高達30億。這些財富不僅是他多年打拼的成果，也是洪家子孫未來生活的保障。然而，洪天明的巨額賭債卻讓洪家的財富陷入了危機。由於洪天明磨礪償還債務，債主們紛紛將目光投向了洪金寶。他們認為，洪金寶作為洪天明的父親，有責任和義務為兒子的債務買單。於是，一場圍繞洪金寶家產的爭奪戰悄然拉開帷幕。債主們通過各種手段，向法院申請凍裂洪金寶的資產。他們提供了大量證據，證明洪天明的債務與洪金寶存在關聯，試圖以此迫使洪金寶就範。法院在接到申請後，迅速展開了調查。經過一番核實，法院認為債主們的申請有一定道理，為了保障債權人的利益，決定對洪金寶的30億家產進行緊急凍結。這一決定如同晴天霹靂，讓洪家上下陷入了混亂。洪金寶原本平靜的生活被徹底打亂，他不得不面對債主們的逼迫和法律的糾紛。他的商業版圖也受到了嚴重影響，許多投資項目被迫暫停，合作夥伴紛紛表示擔憂。洪金寶從一個備受尊敬的影壇前輩，變成了一個為債務問題焦頭爛額的普通人。洪金寶有3個兒子。除了洪天明之外，還有洪天照和洪天祥。在洪家遭遇這場危機之前，三兄弟表面上看起來關係融洽，經常一起出席各種活動，互相支持。然而，洪天明的賭債事件卻像一顆炸彈，炸開了他們之間隱藏的矛盾，讓豪門納豆全面升級。洪天照和洪天祥認為，洪天明的賭債是他個人行為造成的，不應該由整個家族來承擔。他們擔心洪金寶的家產被凍結後，會影響到自己的利益和生活。於是，他們開始與洪天明產生分歧，在家族會議上經常發生激烈的爭吵。洪天明則認為，作為洪家的一員，大家應該團結一致，共同面對困難。他希望2個弟弟能夠伸出援手，幫助他渡過難關。但他的想法並沒有得到洪天照和洪天祥的認同，三兄弟之間的關係越嚟越緊張。隨着矛盾的不斷激化，
三兄弟之間的納豆逐漸公開化，他們開始在媒體面前互相指責，揭露對方的短處。洪天照指責洪天明不顧家族利益，沉迷賭博，給家族帶來了巨大的災難。洪天祥則抱怨洪天明連累了自己，讓自己的事業受到了影響。而洪天明也不甘示弱，他指責兩個弟弟自私自利，只考慮自己的利益，不顧兄弟情誼。這場豪門內鬥不僅讓洪家的形象受損，也讓外界對豪門家族的親情產生了質疑。洪天明的巨額賭債不僅引嚟了債主們的法律追討，旋引來了黑幫的關注。在一些跨境賭博的背後，往往有黑幫勢力的參與。他們為了追求高額利潤，不惜採用各種非法手段。當洪天明無法償還債務時，黑幫便派出了打手跨境追債。據目擊者稱，黑幫打手們氣勢洶洶地來到洪天明的住所，他們手持兇器，大聲叫嚷着要洪天明旋轉。洪天明被嚇得躲在家裏不敢出門，他的家人也陷入了極度的恐懼之中。黑幫打手們並不滿足於只是在門口叫嚷，他們旋闖入了洪天明的家中，砸毀了許多家具和電器，對洪天明進行威脅和恐嚇。他們警告洪天明，如果不盡快還錢，就會對他和他的家人不客氣。這些黑幫跨境追債的現場畫面被曝光後，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和譴責。人們紛紛對黑幫的暴力行為表示憤怒，同時也對洪天明的處境表示同情。洪天明陷入了兩難的境地，一方面他無法償還巨額債務，另一方面又面臨着黑幫的威脅。他不知道該如何擺脫這種困境，只能每天生活在恐懼和無奈之中。周家慧，洪天明的妻子，在這場危機中成為了最受關注的人物之一。面對丈夫的巨額賭債、黑幫的威脅以及家族的納豆，她承受着巨大的壓力。為了保護自己和孩子的安全，她做出了一個艱難的決定，帶子逃往加拿大。周家慧深知，在加拿大他們可以遠離這場紛爭，給孩子一個相對安全的生活環境。她開始秘密籌備逃亡計劃，聯繫加拿大的朋友，安排住處和學校。在一切準備就緒後，她趁着夜色，帶着孩子悄悄地離開了香港。當人們發現他們失蹤時，紛紛猜測他們的去向。直到有消息傳出，周家慧已經帶着孩子抵達了加拿大，人們才恍然大悟。周家慧的這一舉動引起了社會的廣泛討論。有人認為她是為了保護孩子，是一個負責任的母親；也有人認為她是在逃避責任，沒有與丈夫共同面對困難。但無論如何，周家慧的內心一定充滿了痛苦和無奈。她離開自己的家鄉和親人，獨自帶着孩子在異國他鄉生活，其中的艱辛可想而知。但她為了孩子的未來，不得不做出這樣的選擇。洪天明涉跨境賭博欠債2億這一事件，不僅僅是一個豪門的個案，它背後反映出了許多社會問題。首先，它暴露了賭博的危害。賭博就像一個毒瘤，不僅會讓人傾家蕩產，還會破壞家庭和諧，引發社會問題。洪天明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。他因為沉迷賭博，不僅自己陷入了困境，還連累了整個家族。我們應該從這一事件中吸取教訓，遠離賭博，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和消費觀。其次，這一事件也反映了豪門家族在財富傳承和管理方面存在的問題。洪金寶雖然積累了巨額財富，但在財富傳承和子女教育方面卻存在漏洞。他沒有對子女進行正確的財富觀教育，導致洪天明在面對巨額財富時，缺乏正確的認識和管理能力，最終陷入了賭博的深淵。豪門家族應該重視財富傳承和管理，加強對子女的教育和培養，讓他們學會正確對待財富，避免類似的悲劇再次發生。最後，這一事件也讓我們看到了黑幫勢力的猖獗。黑幫為了追求利益，不惜採用暴力手段進行追債，嚴重威脅了社會安全和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。政府應該加強對黑幫勢力的打擊力度，擁護社會的穩定和安全。同時，我們也應該提高自我保護意識，避免與黑幫勢力產生關聯。
洪天明涉跨境賭博欠債2億這一事件，如同一場風暴，席捲了整個洪家，也讓社會各界為之震驚。目前，雖然周家偉帶着孩子逃往了加拿大，暫時遠離了這場紛爭，但洪家的危機並沒有完全解除。洪金寶的家產依然被凍結，洪天明存在為債務問題焦頭爛額，三兄弟之間的納鬥也沒有停止的跡象。未來，洪家將何去何從？洪天明能否擺脫賭博的陰影，償還巨額債務？洪金寶能否解決家產凍結的問題，重新恢復家族的榮耀？三兄弟之間的矛盾能否化解，重歸於好？這些問題都充滿了懸念，我們只能拭目以待。希望洪家能夠在這場危機中吸取教訓，重新振作起來，走出困境。同時，我們也希望社會能夠從這一事件中反思，加強對賭博、豪門財富管理以及黑幫勢力等問題的關注和治理，讓我們的生活更加安全、和諧、美好。